立法院今日进行第三届调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，国民党立委徐卡新建议讲，先处理军购，再来处理商购违则。也讲经过计算，这军购上届基本就是8000亿。不过南北党团拢认为讲，这金额项目拢有调整过，就要经过党团大会通过，才会当来决定。韩国如是才是5月初6搁再协商。国防部当然要随时待命奉陪。国防特别条例一直下伫立法院，立法院长韩国瑜支持第三摆召集调野协商，无排除规暝来讨论完成定数。会前，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表态，希望今夜项目甲行政院版本愈换更愈好。国民党团总调不分歧，呼吁国防部针对上个爱讲清楚。韩国的部分，因为过去到现在有很多弊病丛生呐，我们必须要请国防部跟国人做一个清楚明白的一个说明。我们希望金额越接近越好，项目越接近越好。如果金额提高，但不包含山沟跟围资的话，那一样我们就没有脱土我们本土的生产能力。美国也一直观察军购进度。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长高立平最近接受媒体专访讲到，台湾应该赶紧通过全面性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草案。调野协商一开始，那立被针对采购项目，空力竞标拢有家己意见。那被要求国防部应该将美方第2份发给书有多一寡项目列出，强调金额到时阵对应调整。郭部长应该也知道第2份发价书有哪些项目，那如果那些项目其实也可以列出来之后。那个金额就可以，美方有明确的信息，有发价书，我们要买什么，美国要卖什么，我们可以来纳入我们的第5条。我哪一项是您买的嘛？那咱叫我都聚焦，我们再来说服说，为什么这一项要，你们可不可以听看看，再进一步再来协商那些你们不要。那为徐卡新建议先处理军购，再去处理商购甲违则部分回归一般预算编列。何况条经过家己计算，军购部分差不多8000亿左右。徐巧芯委员提出军购大概在8000亿，这个数字第一次出来。国防部立场还是当然希望我们能够通过1兆2500的预算。南北党团也表态，相关金额调整爱回到党团开会检讨。韩国瑜才是生产会5月初6继续开第4摆军购协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